你那裡有大來賓？對，聽說跟你很熟。啊，沒錯，也但恭喜我超級偶像時期的老戰友。哇呀，好朋友來了，一起外好朋友，我們歡迎浪人歌手田廣潤，有請。水啦！哎，大家好，我是田廣潤。哎，常見的老朋友，怎麼會認識這麼久？因為真的是在超級偶像比賽的時候，我們算是從海選，後來真的被選進棚裡比賽的時候，我們就一路互相扶持。對，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當時我真的很崇拜他，他就拿了一把吉他，就自彈自唱，就超帥的。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很模仿。很想要模仿他，因為他其實那時候就在衝浪。對，我那時候就在衝浪，但那時候好像還沒認真白的時候，他還很白。因為那時候站上舞台，我就說我想要成為東北角的傑克強森啊，沒想到這個位置被他搶走了。後來他都在衝浪啊，都在做音樂，更像。所以他衝浪是受到昌憲的影響。也不算是啊，他自己後來自己接觸非常喜歡。我們以前就是上表演課啊，就是會做一些動作。他就說我要做衝浪的動作，然後我就想原來衝浪是這回事，從這時候才对。但是我覺得不要再聊運動了，你要不要聊一下你的音樂？來一起共衝浪。對，這次是有個什麼特別的音樂創作？對，因為就是這一次我現在的音樂就是想要做跟衝浪有關的音樂。對，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說我開始做音樂是因為發現台灣這個海岸線的美麗，然後在衝浪的時候發現這些很美好的 moment。那這次當然就是因為我覺得有一首歌。一直讓我覺得要找昌憲合作，因為我知道他從小就住在海邊嘛，就我其實很向往那樣的生活，對。然後這次有一個機會，就有一個靈感，說，我來寫一下他的生活跟我的生活，然後交織在一起。你會看一下，已經嘛讀了衝浪音樂，他還是科技公司的主管。OK，跨界，非常跨界。好，那你這次 MV 在哪裡拍的？我們這次 MV 選在。昌憲的家鄉澳底漁港。對，倒是很想聽聽看這首為衝浪而做的音樂，是你自己獨唱嗎？沒有，我跟昌憲一起唱。所以今天大來賓是2位，是2位啊。對，因為他就是很久沒上，但是我就很希望他的創作可以讓更多人聽見。邀請底下咱，伊嘛唱台語歌，對，邀請來咱的節目唱給大家聽呢。是邀請伊唱給大家聽，還是伊要唱給大家聽？要做會唱給大家聽，唱給大家聽。一起來聽，好不好？來。使咱大家大聲生活，人生簡單快活，看着後西的影，你哪會擱佇這？厝內水某啊，穿好早飯，等我轉來。海上的失敗會歹勢，這道我心內，我要予水某慢慢會真能呀。就算有時平平，有時變甲足徛，你若感覺有罪憂愁，講袂出聲，你只袂忍免煩惱，阮攏佇這。人生像海洋，有時一空一徛，有煩惱就有美麗，請你唔通驚驚。就算是規面全沙，孤口袂出聲，頭若洗落去，嘛是快活。海洋啊海洋。我要唱給你聽，就算有時平平，有時變甲輸徛，你若感覺阮醉憂愁，講袂出聲，掠你只袂忍免煩惱，阮攏佇這。人生像海洋，有時一空一徛，有煩惱就有美麗，你攏唔通驚驚。就算是規面全沙，孤口袂出聲，頭若洗落去，嘛是快活。